台南市一名70岁吴先生发现家己半冬来脑后一直有物件感觉卡卡，而且后来佫出现烧声，反而生肿瘤，到台南病院来看医生。经过检查，发现是左侧梢状软骨有一个突出的肿瘤，后来经过显微手术，证实是良性的乳突瘤。因此，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耳鼻喉科的医师朱元新表示，脑后卡卡有异物感，原因有真多，但一定要找出原因，才能正确治疗。喉咙异物感原因有很多，比较常见其实是消化性的问题跟过敏性的问题，另外睡眠的问题也有可能会导致喉咙出现异物感的情形。比较担心其实是喉部内部有长一些异常的病灶啦，例如说是良性或恶性的肿瘤。所以如果说你发现喉咙有异物感持续超过2个礼拜，那异物感还是都不会消的话，还是会建议要就医，去找专业的耳鼻喉科进行进一步的检查。是单纯因为慢性发炎引起的啊，当然第一个是要去找出它可能的原因，如果说找得到原因的话，那就是避开那些可能的刺激性的因素。那最常见的当然就是像酸的、辣的东西啊，茶咖啡类的东西，或者是香烟类的东西，都有可能会导致你喉咙出现异物感，不容易改善。如果是这个造成的，就是把这些习惯给改掉就可以了。那另外，其实我们可以借由一些制酸剂啊，然后黏膜分解剂啊，然后还有止咳药来改善喉咙异物感的症状。医师表示，切看的脑后良性的肿瘤，包括肺炎囊肿、血管瘤、加乳突瘤等。其中乳突瘤主要是人类乳突病毒感染造成，虽然是良性的肿瘤，但潜在有较悬的复发的风险。若无手术移除，大约有3%的乳突瘤会转变为恶性的肿瘤。因此，呼吁患者千万袂用来轻忽。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。